上看袂到，但是咱确实地当伫1分钟内底无讲去，这就是道。道咱有可能体会袂到，但是道体物而物为。咱只要任何一项物，若是离开了道，迄项物就无存在啊。那么这里边用空气来代表的只是一种的代表性尔。到甲虚境就是进入了这个道体条道，就这样讲的嘛。空通三嘛咱的周真理利用台语，他在讲这个空通三，讲先祖对不对？天万红第三入空通三田人在讲到一种简单相当的有意思，伊就是一个道。所以伊个就是交道下面啦。所以咱的生命交道到下面，咱的天地交道到下面，咱的空气敢有，所以伫物内底拢总有道。那么伫即种内底的话，伊会切面去分享即种的道理。毋过伫即句话，只是咧甲咱分享讲，迄个地虚界的意见互较会晓的，会当讲较正，佫有时间上的限制，所以爱靠咱家己去家体会所以无形无相的物件上厉害，无空气3分钟1分钟，因为体是个无共款就拢袂活啦。如果空气是道的代言者啦，咱其实无空气1分钟就袂活啊。然后我们来算数学安尼等于说人无道，其实就是袂活啊。咱身躯上就是拢有道，咱的周遭嘛是道安尼啦这是第一句，这个地虚境。再来佫有一句叫修剪道。拄则想要讲道有道有经，所以咱人才爱学能文、能武、能工、能柔，安尼叫俊杰。所以咱人在这俊杰嘛所以在座本来有天道的名拢叫俊杰。这个俊杰的名足侪人要学，因为伊想要伊的父母想要互伊的囝成为林中的俊杰。老师安怎解说啥物叫俊杰呢？俊杰就是能文、能武、能工、能柔安尼这是我的另外一种的跟大家分享所以有道有经，这个虚伊其实是结，那么来伊会有道嘛一阴一阳才合成一个道嘛，孤阴不先孤阳，伊是不对的。所以伊甲咱讲，咱在道中，咱爱修持修静。所以咱看修静，其实就是道有道的一面。咱袂当啥物去动伊，嘛要动对去全无法度转来，无法度归因。所以起头伊讲修静爱修甲道。这叫啥物意思呢？守就是爱守住的，拢袂去失去。所以咱的颜夫子是面得一生，宽宽福荫，伊拢袂去互伊失去。正讲修静伊修甲真正毒。毒就是毒性坚固，简单讲，拢总袂改变。所以一路行到尾，拢袂变卦。而且伊是达到上悬的境界咱现在就是咧学安尼，就是咧学安尼那么这是在修静道内底，互我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互我再来用简单的方式来甲咱分享安怎叫修静？静就是无动嘛。啥物无动？敢是身躯无动？敢是喙无动？敢是头无动？拢毋是因为道有静有动，有动态嘛。所以咱互我再来学习一下，这个动就是无起心动念，毋是指这个肉体，毋是指外口的形色是无动伊咧讲的修静是修迄粒心，会当互伊起心动念。怎讲才叫做无起心动念呢？咱敢是捌听过一个禅师叫做金铁虎
因撇讲吼，伊应该有第一结哦，境界入定落，如如不动。入定咧境界即悬诶，所以也伊诶寿命到啊吼，乌白无常，掠伊掠袂着，伊诶境界即悬。啊，结果到尾啊，伊安怎？伊安怎去用争着、杀着、掠着、bắt着？因为伊无修正，伊无修正到甲伊迄个坚固，坚固袂改变，啊袂倒袂散。啊，伊为着啥物？为着一个足水伊足喜意的缽，叫紫金缽，因为迄是皇帝送伊的，啊，所以伊一直读即个念，伊起心动念，到最后的一二路，要甲你啊吼，就是迄块钵甲撒出来，伊个手无抓就出来啊。安尼，互咱要表达的修正就是安尼。咱真正想看觅，咱的内心内底有偌济紫金钵，伊拢互咱修正修袂掉，会去用乌白无常掠去哦，会搁去用掠转去轮回中哦。因为咱无情，咱拢起心动念，这是有后所要表达的。圣人咧甲咱讲的大概意思差无足济。修即个情爱到坚固，不变就是如如不动，绝对拢袂起心动念，因为伊内心无紫金钵，无啥物物件。所以变咱个表达即种的意见呢，我借即个用做甲咱讲嘛吼，本来无一物，但是何处去了定安？但是对咱现在来讲，这是真正足极，真正足悬的高不可及的。但是其实呢，因为主人在咱的心顶，咱有道，真人会知影讲，咱有规矩啊，咱真正差就是功夫。啊，所以一种内底吼，拄啊好要甲咱讲，安怎规矩转来方便，啊内底拄啊拢有即个文啊吼。所以其实咱若开始咧读的时阵，开始咧想的开始咧贪，开始咧抢，开始咧饲，咱爱想讲本来有一物，袂当起心动念，安尼咱的业会写，啊花爱有因果灭得了愿，啊用做个甲咱讲嘛，清净智慧。所以金碧峰伊如果若无迄块紫金钵，其实早就解脱啦。然后当伊去吼，将伊起心动念出来，去用咧掠去的时阵，伊才突然间全然的顿悟，啊，所以尾来敢有解脱？有啊。伊讲，如果搁要掠我金碧峰啊，犹如气人生虚空，你甲看，这就是虚伊的境界。所以咱人若无到讲即个清净，无到即个讲。即个情绪，咱要解脱是有困难的。啊，其实即种物件袂像咱想的足困难，其实嘛毋是。咱就是爱去修炼，啊修炼好清净，那么就是内心内底袂去执着任何的物件，袂执着人，袂执着钱。尤其咱即届吼，啥物科的，财科的，咱即届互钱哦科甲凄惨毒片。然后甚至袂当规矩方面，拢是为着钱啦。啊，咱上天个慈悲个，拢用咱上爱的好啦，事实上个啦。这样子袂爱钱啊，一个爱啉一支爱手啊，一支爱色啊。但是来到咱即期吼，就毋是啊，爱钱。啊，所以无论任何个时期，咱只要内心若无去修迄个情，啊，无入到真正的即个清净，去体会即个祖师圣人甲咱讲迄种的意见，咱要解脱，就会变成困难。所以咱互相来做练练啦吼，咱甲咱内心看有偌济块紫金钵，莫等咱若要掠去啊，才来开门，迄打金碧峰有法度尔，咱无法度。所以咱着量早人啊袂来掠，紧淡淡的啦。因为早晚
真啊，然后较早无半项，毋是讲啊，我无半项，毋是安尼咧。所以我去举一个例咧。以前上师咧修行吼，伊讲吼，我规日拢咧食，但是我拢毋捌食着一粒米。这叫做即两句的境界，尤其是修净道的境界，就是安尼，拢有咧食，毋是无咧食，毋是拢无半项啊，无咧困啊，无咧，拢毋是。伊才行住坐卧用出静诶。啊，伊讲伊规工拢咧行哦，但是伊拢无踏着任何诶地，这就是清净。拄则小芬讲师嘛有讲啊，就是放下。啊，咱的这个老师，咱的恩师啊，有一届，伫咱的三楼献亲，就甲咱讲，玻璃修板灯哦，就是过就算，过了就算了，这就是咱要修的，因为当咱若过了，但是不算，想要起心动念，想要思念念，想要一个念头伫遐转那个牛角尖，迄就是咧折磨咱家己，迄就是业，迄就是无消业无消，缘无了，迄拢无清净。伊甲咱低调，像一条粉红色的腰带，永远拢袂解脱，白条条的。迄老母若是咧甲囡仔拄则自家伫遐用走的，因阿嬷，我甲讲你约袂着啊。我讲你摕锁啊来甲绑带你的腰诶，条诶嘛。啊，你看咱轮回绑咱偌久啊？所以咱迄个思想要清净，唯有爱归根在哪里？就是老母降下通天桥，咱爱通天啊，咱爱有通天的本领啊，要搁在即个风尘，处处也平安。啊，搁爱时时勤拂拭，咱咧偌艰苦，咱敢知影？你困倒就知，逐工做拢同款的代志咧，爱共款拢钻油啦、钻垃圾啦、溜涂骹啦，啊头毛逐工拢爱洗咧，这拢是道咧甲咱讲咧，伊显示内底的真理互咱看。啊，所以清净上好，阮内无一句我拢免切啦，有够好诶。所以上好摒扫的所在是在佛堂啊。尤其迄个佛堂的大殿啊，拢，迄三老先生若要去伫甲清伊个涂骹，有够简单诶啊，拢无物件。啊，你看咱若要入咱兜，拐弯抹角、咪咪角，家己咱物件定足济啦。啊，物件济，垃圾就济，迄角落上头天歪，有诶无诶？即个比如咱的心境嘛，有诶人真正做到安尼起巧诶。啊，做人安尼想诶，做人安尼等下咱转弯抹角安尼，迄拢无修净。所以这是上师吼，伊当时咧甲咱讲这意见无，咱若结合着这个两种，就当去体会讲上师为虾米若讲奇怪食几工，但是拢无食着半粒米，因为伊诶内心着会食过着清净啊，啊咱食过敢会清净？哦，拄食迄个真正有够好食，倒来找探验一下。迄豆菜味真正有够好食，爱摕一碗来放伫下豆摊去食。啊，啥物，迄就是没有过了就算了啦。啊，食足济啊嘛吼，食足济米啊嘛吼，头壳内底足济米，啊啥物米上好食？月光米上好食，啊啥物米上好食？迄拢无清净，所以咱的嘴讲全拢做物件。到有一天。咱若要徛即个讲台的时阵，咱着头壳摸咧想，因为伊被相应嘛，迄就是一种的考验爱练。所以徛讲师咧练上紧的欢迎大家来信日报名啦吼，讲解着得紧安尼。啊，这是互我所体会出来即两句，咱简单安尼分享这报告。啊，还佫足侪无，所以咱赶紧来赶进度。安尼这两句啦，大概有一个意会，等下转伊是连结哦。像你咧讲到你种逻辑性的，一句接一句，啊一种内底就是一个重点。啊，所以等下每一句甲这两句拢有关系哦。咱爱家己先记起来，因为字其实真好记。过来伊才讲，因为达到迄个境界啊，就是爱接下来说这造句整篇文章，袂当断章，是安尼。
连接落来，才讲吼，即个圣人哦，伊看着万物变作，无意观己，迄个无就是指圣人，毋是指互咱啦吼，因为互咱真正是看无啦。伊讲哦，在咱人间天地之间的万物，拢做伙咧合作安尼啦。咱捌看过即个万物咧合作无？万物变作，变就是做伙嘛。咱先来看即个万物变作啦吼。所以六祖甲咱讲，色类自有道，各不相通纳。伊互相会去影响互相，甚至伊会互相相辅相成做帮助。但其中有一种万物，其中的有一项较无去把即个道通用出来，迄项物件叫做人。拄啊人较袂变作，但是咱入来道场有找着囡仔吼，有慢慢咧学习嘛，才有咱真爱的现象呢。咱如果若无入来互你来看，咱会足乖的，迄是差非常济，所以这叫天恩师德吼。所以在万物内底，因为伊是道的，其实本吼拢是道的化身啦，所有的本拢有道啦。咱人嘛是有道，但是咱人的道就是袂恢复，袂和平嘛。拄差安尼尔。这是互我引入做单叫咱做参考。那么咱来用一寡图片来看较轻松、简单了解吼，即个天地之间的万物的变作。咱来看哦。咱有看到迄张树仔无？你看迄张树仔是迄个石头甲凸掉的呢，所以伊是照迄个石头，伊才会生长。当然，即张相片做侪工作起来表达伊无共款的意思吼，但是吼，我只是要表达讲并作安尼啦吼，万物的合作。咱来看正手边，伊互我就是正手边啦吼。你看山河大地，有平原，有河流。敢单安尼尔无？边仔佫有啥？佫会树，佫会饲羊。动物爱食草，草必须爱有水，才会发出来。草要发出爱有水，佫有天地之间的应用入去。若冬天草敢发会出来？所以这足奥妙的。这个讲。永恒副助理吼，讲要解八卦易经吼，伊就讲即个易经的卦搞啥物阳下升，啥物气上升下降安尼啦吼。这内底就演八卦呢，圣人就是看万物，所以才演八卦的。咱就爱看圣人的经典来演家己的规矩和平安尼。咱读经典是即个用意。所以这叫变作，伊是拢互相合作的。这是互我要表达的意思吼。然后有大海，咱知影这是垦丁的海哦。垦丁的海内底有偌济生物，有偌济鱼类，安尼咱敢知？咱看的安尼一片海吼，迄内底真正山是卧虎，海是长龙嘛吼，龙到最后会。飞龙在天嘛吼，这内底足侪物件，你若问阮王永琪拢会，他都会去浮潜，伊会当去摸着内底的海龟，咱无即块功夫就无法度看袂着。我这内底有够侪物件，伊拢是变作的哦。有海伊会有啥？伊会有高山，所以山内底有偌侪物件，咱敢知影？互咱若是行过吼。所以咱边仔这条，就是有树啦，有草啦，小黑蚊它都会欺负我。可能行出来两三步，咱会上树。咱敢有看到小黑蚊？看袂着，但是有存在无？存在，非常的微妙吼。咱若去读圣人的经典，然后佮对照来用观照的发现，感觉真正非常的奥妙啊！圣人拢毋捌骗咱。咱的周先人嘛，拢毋捌骗人啦，因为伊拄则讲吼，为因和平，咱就是已经找着因啦，咱现在只是还袂和平哦，咱慢慢来进入这个16章吼，要安怎来和平？这是圣人哦，在甲咱讲咱要安怎归因和平的一章哦吼。所以高山内底吼，万物，迄山内底做侪宝藏，海内
上较用简单的图片来分享，互人讲，譬如讲万物并作，咱的就做讲色类，其实伊拢有道，伊拢有道，伊拢显示互咱看，伊拢互相袂去妨碍。唯有到真正就是人交人的烦恼，伊会放开。咱爱照有道的修行，归因和平就袂啊，就会甲道流露出来。所以说明讲，伫即个天地万物内底，伊的并作内底，千年伊就五是咧讲咱的即个老母子嘛，五以观以福，是咧福啥货？拄仔一开头，咱前面就甲分享了，互咱大家，伊就是咧福命，互迄个天命之为性，迄个天性，迄个天命吼，互我慢慢仔讲。所以五以观以吼，福是咧福啥物？伫咱即个万物内底吼，伊有一个循环，伊有一个往复。这往复吼，伫即个易经内底，应该嘛是一个卦，嘛是即个卦嘛吼。按怎叫做循环的？即个往复，安尼才叫做道。互我搁用图片介绍较简单啦吼。咱来看春天嘛，春生，敢有永远的春天？没有。所以咱来讲咱人哦，咱人哦。会有春天的时阵，但是你莫以为永远拢是春天哦，没有。咱敢有永远的18岁？因为18岁像咱的春天嘛，16岁像咱的春天嘛，怎嘞？怎可以70岁、80岁、90岁，搁来活动，太不简单了。是讲几十岁啊安尼，伊会循环，伊会去，但是去毋是一去就无回头哦，伊会搁倒转来。所以春生了去过来的过程叫做夏长，伊就开始生长，发甲足水的哦。这是互我所欣赏的多咯，但是互我永远拢是静伊袂水的，互我袂晓甲静啊吼。因为发甲到夏天的时阵，伊个夏天的气就是要互生长好，伊会大甲，互咱足好顾的。但是到啥物时阵就足歹顾咧？到一叶知秋。到秋天的气若来了吼，迄青的叶啊，就是这是春天、夏天，然后你看发甲遮尔水，这是大约山东迄，可能是咱的前人、父前人吼，因去的所在，翕落来啦吼。然后刚有一天伊的秋天啊，秋分，伊个绿色的叶子拢比红色的枫叶。层层啊，枫叶红红，你看伊改变咯。所以咱人哦，有时阵毋捌即种，就是讲无去体会哦，即种循环往复的道理。伫春天就开始骄傲啊，伫夏天搁愈骄傲，因为迄个长好嘛，长顺嘛，长水嘛。所以少年人会笑老人啊，伊毋知影安怎，老人会甲伊讲，有一天你食到我即个岁，你就知影。这是道，你爱听落去。阿嬷讲的话爱听落去，阿公讲的话爱听落去。咱前年拄仔像咱的阿公对毋对？伊讲的话咱拢爱家己听落去，因为伊已经吼人间已经酸甜苦辣，啥物大风大浪，啥物迄个洞吼，迄个林靠不倒，迄种行过啊。咱若是毋免靠厝的就倒啊。所以，互我去体会讲，这前辈者的精神，你看万物的精神嘛，伊拢知哦，万物拢知，拄仔毋知是啥呢？毋知就是咱人。较无人拢讲你7月半啊，雨巷吼住伫市内，若是要落雨啊，互我嘛拢会先知。为啥物呢？因为若要落雨，阮内底就有一个声，壁虎就走入来啦，不准的，伊就只要走入来，隔一天也无搁隔一天，出去落雨。因为伊已经知狗仔，互我的厝无狗仔，西庄吼有够一个狗仔，尤其是若乌狗仔走入来，你一定爱知影，绝对要落雨啊。若是红狗仔，搁较袂。最近真正无期嘛，吼，规内底拢是乌狗仔啦。袂落雨，狗仔就知影。你看，倒伫伊的身躯顶。咱人你看，故知善类
高学伊嘛知，拄啊咱还阁无解知，啊若修了较好伊会知，啊若是阁袂讲做清楚嘞，真正拢毋知个死教已经上完啦吼，袂阁讲落来。所以死教有一天会到甲啥物？到甲当天的时阵，万物不着。你看迄当拄啊吼，草啊、青青哦有水，伊敢有一到变冬天哦，遐牛啦、马拢爱煞呢，拢爱去找另外一个春天、夏天，伫遐是无法度活落去的，因为万物不着啊，开始就是咧修完啊，咧修成啊，伊开始吼，在咧准备另外一个春天要出来。啊，有一天春天敢会来？会呀。我们师尊的故乡哦，在山东的吉林。啊，我拄仔拢有看一个视频，拄仔那是师尊的故乡。因到冬天的时是寒啊，伊到即下无，衫搁脱卡，拢穿短啊。啊，冬天的时是看安尼，落雪啦，啊咧头一定爱烫嘛，啊，啥物拢爱烫。啊，像到即下的即个是。即若是进入秋天啊，较早期哦吼，伊搁安尼热甲，伫人间伊永远是安尼，所以圣人无意观其福。咱伫春天的时阵，咱会知讲，我即若是伫春天的时阵，所以真顺，无考验。伫夏天咱嘛爱清楚，但是有一天考验一定会，伊会有秋天，伊会有冬天，这是正常的。你毋好讲得无必，毋是安尼，这就是得，无考哪会好，是毋是安尼吼？啊，所以这叫冬种，开始就是要甲迄个好的种子留落来，准备下一届的春天就要开始啊吼。所以五欲观其福庆龄，在天地之间的循环往复，伊看甲足清楚。但是圣人要甲咱讲的是讲。为什么人你会袂清楚呢？为什么你学圣人之道？你应该爱清楚这种真理才对啊！伊其实是要甲咱讲啊，所以过落来就开始讲答案啦哦。接下来的这精彩就开始讲啊吼。所以圣人你会看啊清楚是安尼，伊超人在无外。啊，伊无伫庐山的内底，因为不见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安尼叫地。所以有一年，咱的老先生教师尊合作，伫三楼先去献新班的时候，咱的老先生讲一句，伊讲梅山外无梅山，你要甲梅啊？伊讲的梅山，其实互我其实毋知，但是咱像台湾有一个所在叫梅山，对不对？太棒了！你家看，伊拢无讲大陆的山哦，伊嘛无讲庐山，伊着写一句讲梅山外望梅山，啊，互我买才知影讲，咱咧原来台湾有一个山叫梅山嘛，是毋是拢咧种梅啊？互我家己译的啦吼。伊讲你要读梅山看清楚，你着是要伫梅山外口，安尼你才会当看清楚。所以真啊，人的迄个。科技的发达，咱即仔拢会当满开1000里这，咱会用等一只啥物去？互恁着空拍机。这天若要显上吼，人拢作用的。但是咱人只要若学圣人甲咱讲的真理，咱也会当看甲清清楚楚哦。好像我们的咱的目睭都灰眼，有佛眼，迄就是空拍机啊。看甲非常的清楚啦，吼，是安尼。所以这是哦，吼，比喻甲咱做参考的。咱落迄句诶，所以拄则互我毋是讲啊，你看圣人讲，伊安尼讲遮万物讲遮济互咱听，伊其实是要甲咱人讲，你看咱的物件遮尔济万物，遮尔济伊就有春夏秋冬，伊拢会各几支根呢？你看西庄咧种人间吼。啊，伊今年的人较收啊，伊爱留卖年的人较紧呢。但是这叫做伊规根了，伊阁会创造下一回的生机的开始。啊，咱爱留经济。啊，圣人讲，啊，人的万物遮尔济，富富润润，拢会当活几支根。啊，人咧，众生咧，伊就是要甲咱做一个教育啦吼。
所以吼，我甲咱分享是，咱不做这叫芸芸的万物。咱要讲的是人足济，但是有修行的人，先都甲咱讲，纷纷的众生，啥物时阵才会清净？啥物时阵才会达到迄种的，即个解脱自在的境界？人不拢会归根呢？人意思讲，你嘛爱归根呐，咱嘛是爱归根呐。所以咱来看世俗伊安怎讲？咱拢讲落叶会归根，这是树仔嘛。伊自然的道理就是安尼哦。咱人以即个肉体来讲，咱知影会安怎？人祖、贵族，对毋对？咱中秋节是哪过？伫中秋节的前一暗，我就去一间百货公司，高雄最有名的草芽豆，然后去用一个餐，食一个饭就对了，用餐是较好听。然后内底拢无人，真正拢无人，迄个东西哦，是客人入去的就对啦。迄间拢无人，冷冷清清，足安静的。为虾米？因为人拢等于人做贵族啊。拢规间啊，中秋节家咧拢转因兜啊，转去因个老家落来，看住伫地，大家拢转去啊。所以变成在城市内底吼，尤其是一个部落的所在，拢无人哦。咱人真正会去找家己的根哦。若代表是你地表上最大的这个移动就是春运，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坐5天的车、几天的车，伊拢爱转去到伊的老家。若不好的是例外啦，吼，迄较少。有个人是家是大人等伫老家，真正要遐顾的，迄伫迄个领域上足济啦。这较例外，普通正常人一定拢会安尼。然后这是咱的比如，咱的重点是，迄是肉体，迄是肉体的根源，肉体的根。但圣人咧甲咱讲，你敢有一个根呢？你爱归，这若无福报的人，归袂定，归袂倒去。嘛毋知影，因为即个叫做归根认宝，爱找着咱的灵性的迄个根。因为咱知影肉体，但是肉体若无灵性，其实是袂活。拄则我讲过啊，咱有肉体有灵性，但是若无空气，咱嘛袂活。但是咱一个人有灵性，咱有肉体，但是上天啊，若无迄个空气吼，咱就袂活。所以为虾米咱拢爱祭天、爱拜天？迄咱的根，天的根，天地伊就是根伫倒诶。咱下世啊，真甲咱讲甲足清楚诶嘛，吼。所以伊会明明上帝，而且是讲，咱家己讲伊是老好人，咱先仔讲诶就是道。所以人无道是袂一个啊，真诶。人无钱，政府会补助呢。人若无道，政府无法度补助咱呢。人无道爱去找啥？爱去找你的因素，该甲咱引去求道呢。爱人呢，一定吼，因宝书有点凡书，有真理，有老真理，然后有仙法，有天有道，尾啊，遐是咱拄则有念经，有伊拢讲出来嘛吼。所以咱。赶紧来进入恁的上尾啊！要归根后面的工作就是放伫上尾啊！伊遮拢咧甲咱讲理论哦，讲归其根所以咱爱归咱的根。安尼会知影这里讲啊足清楚，吼，我真正足厉害，真正拢免解说啊吼。这里已经拢讲完啊，足清楚啦。我救着无啊！好来，今仔要来背公式啊！这叫圣人传人的公司，所以即几年咱伫道场时常拢咧听，讲师时常拢咧用，然后即几年哦，伊则讲归根叫做净，拄则毋是修净爱动吗？有无？即个金碧峰伊有归根呢，但是伊尾啊，就是迄个净修无定。咱归根了吼，伊叫做净，净爱修甲动。即个净吼，伊佫叫做复变，所以咱会讲归根复变，伊迄个源头就是伫这间来。若会当复变，就叫做上，上就是道啊。春夏秋冬伊就是永远拢安尼叫上哦，这叫上道。
啊，这叫道，道是就是安尼。啊，所以人讲食老就爱啉老啦，因为这就是道。你食老无啉老，就会出问题啊。啊，你少年人好笑老啦。你即阵少年，你有一天嘛会老，这叫做道。啊，咱若了解这种道理，你就知影道。所以，若会当互名叫做常，啊，知常叫做名。安尼这叫公式，这叫代公式。但是其实伫意思拢共款，就是你到道内底，真正知影道，啊，甲道表现出来，啊，伊的名叫归根，叫正，叫福名，叫知影常。啊，知影常叫做名，啥物叫做名？所以看咱拄则是明明两字个，明明咱也咧共讲话，明明就是安尼。而咱的许多人个万啊，咱两万，你咧共咱讲明明，还是我们的老师就是先知，你咧共咱讲到尾啊，我都会咧讲，明明就是这样，明明很有意思啊。啊，所以伊这内底吼，在公式里面哦，伊到尾也讲一个名，咱互我甲重点吼来甲咱分享这个名，所以互我为着要互咱加强咱的印象哦，所以互我吼去请教这个老师，候选的老师，然后伊甲互我教，其实是我们的双胞胎，然后伊甲我教讲话，你要安怎做这种格式出来？啊，其实你学的诶。道嘛无困难，你认真修，你真正知影道的味道，真正会修道，会福明，会回家咱的天命之为性，会清净。迄个时阵你着赞叹道，你知影道太妙啊！我要甲你考学道是无可能的代志，迄是自然的，所以道法自然，到尾啊，咱的功夫拢变自然。应该无人变咱代志多遮啦吼，今仔日，有是咧囡仔。是新年的，应该大家拢欢喜要来啦。其实互我安尼昏昏沉沉，但是嘛是欢喜起来，遮讲一堂课咧。互我会起来进前，真正是足忝的咧。因为昨仔像操兵操一天咧，我起来到遮咱像白咧无感觉的，啥物？这叫咱修理经，那么这叫上天的加持，互我嘛无想啥物啊？这就是道的奥妙。有诶，讲是准备足济物件，因为我就是讲袂到迄个时间，所以我摕足济，然后起来到遮伊就大家无咧说，因为讲袂完。为虾米？因为伫遮交际伫遐无共款，遮就是有一个咱这个老师诶发王者伊诶加持，无共款诶吼。好，咱下来伊闲话不说，所以归根来就是叫做尖，这个是要背起来的哦，会考试。啊，然后呢，若前来，伊就会叫做福名，啊，福名就叫做常。啊，咱讲常道，其实常是道的代表，所以要做单家，毋是讲常不常，常出来啊，常叫做不常，啊，不常就是常。啊，咱看甲拢无啥正常安尼，到底是啥物常，啥物不常安尼啦吼？其实足复杂的代志，爱用上简单的方法来甲处理。咱要去找着迄个简单的方法，啊，啥物上简单？道上简单，因为道就是一位尔，道一位尔，上简单，这个就是上简单的方法。所以道啊，咱会当入这个道，会当解决人间足复杂的问题。咱的内心会当为迄个根复明了啊，伊就清净啊，伊就自然会放下，因为中间放下就是放不下的讲的。放下吼，我都无话，因为咧自然的物件嘛吼。啊，要下当有法咧，讲师咧讲现济遐尼妙的道理，爱就即个常，因为知常伊才叫做明。遮互我讲的，咱所拜的至尊至善，迄叫明明上帝，因为伊的境界是无量的清体嘛，毋是讲伊的境界，因为伊就是即种的氛围。伊的特质就是安尼，啊，咱人就是烦恼、紧张、邪见、重大，所以人间就是一个苦海，因为由咱的内心的贪嗔痴而来。啊，为虾米讲天堂叫做极乐？因为伊无量的清气，因为伊修
伊伫迄到甲极点，所以叫极乐的世界。啊，人间永远是苦海，因为人间无好耍，为虾米？因为芸芸的众生无规矩，拢是贪嗔痴爱，伊无可能会改的啦。唯有你来到道场啊，慢慢这叫做规矩，这叫规矩后面的迄个公式哦，伊的过程。啊，所以互我用上简单的方式甲咱分享。这二点就是咧讲啥？简单讲就是名利。所以其实名利是修行的第一件上重要的代志。咱开所有的班吼，包括今仔日，其实拢要互咱，或者是讲咱全部的同修去完成一件代志，叫啥物代志？名利。听完了、清理了、吸收，安尼咱就来用。啊，使家己的名利。因为老师甲咱讲，恩师有交代吼，不明理焉修道？无明理讲咱咧修道，后壁吼有问号。啊，若以前咱信义的王典传师了，伊足久拢无咧讲啊，伊今仔日无回来啦吼，互我甲伊偷讲，伊足久拢无咧讲啊。伊以前拢讲吼，咱若无明理咧修的，就叫做红目头的道。咱敢捌听过吼？伊以前上头讲即句，就是修的叫道嘛，是咱家己咧感觉的嘛吼。上天拢会审核通过，咱4年教会拢爱审核的，咱修办就是上天先咧甲咱审核的吼。所以无明理要安修道，要安办道，恩师早就已经交代我们了吼。所以，咱世间人还要讲一句话。若讲你若有理会安怎？走遍天下，若无理的，寸步难行。咱在修办道的过程嘛，共款哦，这是上天的审核。如果咱理闹明，处处拢会顺，会通哦，拄则嘛，微妙显通，深不可测。通就是顺哦，会通的境界。咱若咧袂通偌艰苦，咱敢知影？对不对？水讲袂通会艰苦袂？拍掉。啊，咱的脑袋念头若切掉会艰苦的，一个念头是啊，当作艰苦，袂通嘛。啊，所以吼，你若能处处咧行就顺，咱若发觉咱拢做袂顺呢，寸步难行，有可能吼上天咧甲咱讲紧的，道理去了解互清楚，解决你亲爱问题。咱亲爱问题是对咱的即个思想而产生出来，所以人家讲。你想要改变你以后的命运，首先你爱改变你即个心态。咱想要改变命运，来未来，但是咱现在的念头，咱敢有想要改变？袂，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因为这个是我的个性，我还阁想要改变命运。这阵吼，爬去树仔顶，评委主持安尼。比如咧，阮一个人要掠鱼啊，爱爬去树仔顶安尼啊，现在咧比如做趣味的吼。所以迄个定的意思就是叫咱来定力。啊，毋过吼，伊个定力是完全代替大悟啊。我只是用即个起步甲咱互相的分享。名利是一件偌重要的代志，因为吼，若无名利，通拄啊，我规矩服兵真相，咱完全拢总。袂成功，达袂到即个圣人甲咱讲的迄种的境界，是安尼吼。好，时间有限哦，啊，所以这是即段经文内底，我叫咱报告，我爱掌控一下时间，因为迄个时钟我看袂是算真好。再来哦，经文无济，但是功夫拢伫遐，所以即个。再来，我赶紧来做报告。再来哦，你看，这种有逻辑的啦。伊就讲嘛，若是不知常，妄作凶。不知常，常就是名嘛，知常越名，对不对？所以咱家背起来，才能连接伊下面所讲的。啊，毋知影常，就是无名啊，对不对？啊，所以咱就讲无名啦，迄个人真正有够无名的啦。因为都无明理啊，啊无明理，免啊会当进入迄个上道，知影迄个上，
知影这代志，伊安尼是正常的，你毋好在遐起心动念，安尼叫先知，叫超然有外，你看甲足清楚的。所以明理的人无代志，若不知常的人呢，代志拢足侪，代志足大条，因为伊妄作凶嘛，就是乌白做嘛，伊无明乌啊，看袂清楚，就乌白乌。都看袂着咯，就暗面摸所以只个就乌白路人，乌白行，是毋是安尼？咱若有一条明路，甲话讲上天真啊，赐咱一条明路，咱咧求道安尼讲哦，咱真啊去度人啊，点番师傅安尼讲哦，有啊，真啊赐你一条明路，西方就伫你的眼前，西方足远的，但是请客到。后遮紧的，迄个是念啊，咱人若咧转念有对无？一秒刹那就转过啊！去功夫嘛，去转法轮啊，叫运周天下，是安尼咧。迄是一个念头的物件吼。所以如果人毋知影种道理，人在无明黑暗中吼，迄是恐怖。所以细囡仔若要行过黑暗的所在，足暗的所在，拢爱招伴，对毋对？咱真啊，若佫无胆啊嘛，安尼。迄暗是使人惊，所以无明的人是人惊的。但是伊感觉家己做大尾，我真正足厉害，大家拢听我。伊毋知影讲哦，迄互人惊得路啊！你看仙妇，逐个人爱对毋对？咱若甲逐个拢惊，你甲看咱是啥物？迄逻辑伊一下就出来。这足侪道理啦吼，但是互我即种毋是要讲道理的啦吼。互我伊即种吼，拢肯定在迄个逻辑上吼，伊个理，伊个概论就是安尼。所以若毋知影即个上，就是毋知影道个意思啦，伊就是无明的爱处在即个黑暗中。所以咱就做毋则讲嘛，黑暗的暗体内，做爱安怎需要无？有一个规律出来。所以若是光一出来，暗就不见了。咱今仔日讲已经规矩啊是安尼，咱有时念头家己会转过咧，因为光随出来嘛。为啥物光随出来？因为咱遮明师就甲咱开窍啊。所以有时候突然就会安尼，人讲一窍就通了，一个念头啊转过，就方向换起来。一个念头若无转过吼，真正足麻烦咧。安怎想就是。即个人真正安怎？迄件代志真正安怎想？安怎？拢家己拢袂安怎？那足无明足黑暗的就对啦。所以即个明理，甲咱明理即件代志太重要了吼。无咯，妄作凶，妄作凶就是妄作非为，袂当安尼做嘛，毋知一直做，黑白做，有黑不做，是无遮严重嘛？个人个。个人吼，伊个内脉无共款，伊个黑暗无明无共款，愈暗就做愈歹。所以咱会当看着吼，有个人穿衣啊，摕着爱害命，安尼有恐怖啊！足恐怖，但是无感觉啥物咧。你看迄妄作凶，伊毋知影这落人命无伊啊！你今仔日爱伊个命，两工伊会放你山吗？伊绝对甲命讨做倒来，变成民间的因缘。果报就是安尼，所以遮就是贪嗔痴的一个世界，所以遮袂平静啊，这是苦啊。用道来解决咱的苦，就是安尼，回转来即个因，道就是咱的因，才会当解脱。这就是讲师，伊一定要甲咱讲的即种的道理，咱爱去明白即种的真理，想办法突破这个重围，突破咱人的无明甲黑暗。所以，互咱成功一定，咱了完。所以前人说呢，了愿愉快。真的，如果真的你是在了愿，真的很愉快。哪里很愉快？内心很愉快，肉体会愉快咧。真人慈悲啦，会啦，因为伊袂使足艰苦啦。有时嘛是。去伫豪宅内底吃大餐的，有时阵吼嘛游山玩水呢，若咧操兵是足艰苦的咧。这叫做道，因为伊有春夏秋冬，所以有人咧讲啊，
苦袂苦一世人，真正是事实。啊，快乐毋是永远，所以你无骄傲。因为总是起起落落的人生嘛，才叫做波浪的人生。你正常的，即叫道。只要咱后面咱是在迄个困难中，要怎度过即个困难，在顺境中，知影爱谦虚，毋是知影骄傲，即叫伦理。哦，种的理吼实在是太奥妙，真正微妙玄通啊！非常的迄个至尊至善的物件。啊，若是毋知影即个理话，就讲无作用，就是伤多吉少。啊，若是咱无共款哦，咱的结论就在后面哦。伊的决心不但拄啊好道边，拄啊好道边。所以讲要向道，有可能是违反了民间的一寡，人讲世俗人咧讲的，所以世俗人讲，你到底行佛堂是咧行安怎啊？你到底出国是咧出安怎？中秋节啦，拢无转来食月饼；中秋节啦，拢无买油哈。啊，你去月半，你也无普渡，你也无排出来大拜拜。时阵哦，咱是咧做大代志，咱莫家己讲咱咧做大代志啦吼。咱就知影，咱其实是一切拢有可能是在道中，啊无在迄个劫中嘛。啊，你在世俗中，就无法度入迄个大道，迄个。自古以来吼，就是足歹去十全十美，但是咱若凭迄个力，咱就步步拢是出路。啊，若是无明理无明，做到偌安怎拢毋是出路。因为吼，迄个清虚的、迄个清净的、迄个无尘埃的，咱就毋知影啊。哦，即个根就无归啊，无归根吼，就袂服命啊。这是重要的一个课题嘛吼，所以伊就来讲，若不正常的误作用，学袂做，咱拢毋知影，学袂做，学袂讲，因为安怎？因为咱学袂想，咱会学袂想咩？规工甲学袂想咧，尤其身体若咧做啥好有无？若咧脑化吼，更加学袂想。所以老人吼。有时会细细念，为虾米我度啊？迄神经系统、体质，啊，咱若了解就无代志。你无了解，有诶少年人活到袂输诶老人咧，伊毋知有一天伊嘛是安尼咧。哦，这叫不知常嘛，伊会误作凶吼。迄老人是爱个尊敬，爱若咧恢复点点就好啦。啊，这叫境界，这叫做咧修行诶吼。所以道处处样样拢是道。看咱安怎去家己练功夫安尼啦吼，这是互咱的天赋。好，到最后的压缩，伊甲咱讲规矩明明仔做，所以伊甲答案放大遮。若知影即个道长就是道的代表嘛，拄则互咱吼有做即个公式，伊会用，用就叫公，公叫做王，咱讲王道嘛吼，王就是天。啊，所以你看公，天叫天公，每一个人爱拜天公，因为天公上公平，因为天公上大，天条公上大啦吼。其实伊就是道，所以我们套公式，咱套即个公式入来吼，道上大，道上久，道乃久，伊到咱身躯无，也无即个身躯拢袂有危险。所以咱当时的前辈才甲咱讲，咱若是道中，咱就无伫劫中，咱会受考验尔，咱会做业，他不会骗我们。这是信心的挂保证啊！吼，咱们伫这段内底，互我用上短时间，用上简单的方法，甲咱做分享吼。所以，知常知影道，伊就会用，安怎用呢？我感觉讲，互我讲较紧吼，咱就做串的吼。所以咱先听这首歌，我咱想要会播道歌的哦。所以咱听一首道歌，互我再来讲。这个互我这首歌，我交小跟讲师真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因为要去讲一条，但是了解的是小城故事，好像这个音乐相当的美妙。不过这个是我们义和盛堂跟孙永宪等的合作版嘛，那个来回忆一下哈。
所以咱来求道，咱要回天，咱要祈祷，咱要服役，爱顶上有一个天推哦。啊，所以当时好老真人吼，伊回天交旨的时阵哦，伊化天梯哦，化天梯，啊，要互咱心意的人才，安尼一步一步登上天梯。啊，要登上天梯哦，爱做到下日18种，咱的老夫子所讲的做功夫吼。啥物功夫呢？爱会用，安怎用呢？咱来看。咱的老祖师，咱的祖师爷，有无拄则是讲爱认祖归宗？所以咱有认祖师爷无？若有认祖师爷，伊就会甲大道领用，了却人间得小事，就是咱的内心内底无心事，咱的内心足公平的，咱看代志的无碍，伊会通，伊会明理，伊会了解。伊会通达，哦，所以就会用，会包容。世间无一件代志，咱的祖师爷会包容，所以有一骹乾坤地。这拢是讲真理，互咱听。其实咱的身躯顶拢有，咱必须爱甲即种的功夫练出来，安尼才真正认祖归宗。啊，伊逐工拢做欢喜的，满腔的欢喜，笑开天下古今的愁，啊，咱若当了解种道理，就会烦恼艰苦，真济烦恼。到底为虾米咧烦恼呢？咱为虾米会安尼烦恼？咱来去体会即种的真理。所以这叫做，若真正入到迄个理啊，知上伊就会用。因为都无代志啊，你若变到这个代志，想到这个代志，迄必须是咱的过程，伊是咱的永远。咱总是行会过，爱家行过。所以人讲，无迄个行袂过的迄个环境事件，只有行袂过的心境，就是咱的心境伫遐咧行袂过。一旦咱的心境若通啊，就无代志啊。这是祖师爷吼，伊是的哦，咱看这个知上叫做会用，啊伊会用做甲境界一贯的，安尼慢慢学吼，慢慢学。咱来看一个代表性指标性的人物，迄个人叫啥？叫大舜帝。咱知影舜帝有一个后母诚无好，啊有一个爸爸
就是古色，伊有目睭，但是咱像看无，迄是咧形容一个人的污面、无光明，看袂清楚。伊阁有一个做阿爸的小弟，伊的身躯比有三个做无好的人，但是顺地过了有好无？大顺有效的感动天，甚至感动动物，感动所有的一切，这就是顺地的包容。伊敢是领养的，毋是？伊是天性的自然，因为伊是一代的圣灵，所以人讲尧风顺日，尧天顺日啊尧舜的大道，尧舜之道，甲咱今仔日学的道共款，拢共款。所以讲，咱若咧地用，我咧容有啥？咱就爱紧来想着做事业，紧来想着顺地，紧来想着做圣灵，安尼才会使咱有法度通去转掉。无咱若一直在人事本内底咱真正会崩溃掉安尼啦所以这就是道咧求啦。所以爱知影知上，安尼个知上，就是用，这来练功夫，然后自然。所以咱就会用言、用书、用人，无所不用，无所不用。这靠咱每一个人，咱互相勉励来做这个功夫这叫知上，伊就会用。再来咧，用来讲，伊这是一直就来的这叫做一个大功夫伫遮啦一个要开紧服面的大工程啊。咱知影做事业叫大道应用嘛，再来咧，咱是毋拜一个恩师，叫做啥？济公，有没有微妙？这讲着你紧讲，你写啥呢？太奇妙了，我咧读经典啊，摕有你咧道实在足微妙的，从古到今拢安尼一贯无怪叫一贯的，所以济公伊袂济书，安尼才叫做济公呢，才叫做万国的教主。伊袂对台湾的道心较好，对泰国的较无好咧，拢是毋是？一时拢同仁的，因为是道的代表嘛，伊是要来普渡的嘛伊要来救人的，所以这咱应该拢知啦所以恩师是叫济公，咱若开始咧读书来你受着老师，安尼就较袂读书慢慢改啦，无人个做读书诶，所以，过落来，若讲了会安怎？就是王。你看王咱讲三才嘛天地伫下底中间是人才嘛三位，互伊一贯安尼叫王。所以咱的身躯顶有一个自性王，有性王。这个性王咱为虾米讲通天条，你爱去甲伊守住，安尼就会用伊做自然的。伊自然是公心，袂安尼自私啦这个王就是叫做天。所以天条地就是道的第一个大原理。咧空气咱看袂到，但是天地咱敢有感受啊？那么这个天我时常咱前辈才咧甲教育嘛，你看天伊无属土，地伊无属财，种啥物种子？你去甲种大麻，伊嘛是发大麻出来咧；你甲种毒的，伊嘛是毒的发出来咧；你甲种好的，伊嘛是好的出来。伊拢无咧自私的就对啦，种啥物种子就发啥物物件出来。第二无咧私财，普遍的这个存在，日月无私食。你个歹人，伊嘛是会甲伊招，因兜嘛是有日头啊因是大公无私咧，互咱吃的。可以人，咱家己看，可以我们人自私自利，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哪有即种的歪理这叫做妄作凶，毋知影道理就家己讲一寡不对的话。其实是安尼，咱人是安尼，你若自私自利，大不利。咱老师将来要咧受着伊家己的啦，这是有济公啊，这是万国的教主，伊拢总有偌济人性，咱敢知影够济啦。所以这个逻辑就来咱遮尼讲，
你的算计从来没有占过便宜，但是我们不知道。咱干嘛咱做老计算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迄若一个上天安尼摇一个，拢无去啊；风飞一个，拢无去啊；水流过啊，拢无去啊。这个水火风是我们的结束哦，咱内在的贪亲戚会交伊相应哦。所以一人一款命，你有啥物心念就啥物命，啥物命就有啥物作物。但是你的善良将来拢会吃亏。人讲人咧做，天咧看。咱若是自私自利，安尼做后为家己拍算的，做后找家对家己有好处的，拢咧牺牲别人的，你将来就便宜过，有一天会算啥？但是咱的善良，你的付出，你会无计较，你的包容，你的大公无私，你无咧替家己想，将来拢毋捌吃过亏。所以放心吧。计较的人也不要高兴得太早，最主要就是一定要把理把它搞清楚哦，明理。好，时间已经要到了哈，因为讲到天啊，已经差不多了哈，因为天就是叫做若道遮会苦苦等，这是咱人间的一句好话。人讲伊讲一句好话。伊让你的福禄寿久久长长，伊让你的健康久久长长。啥物上好就是伊久久长长来讲，你留在咱的一生当中平平安安的过。人讲贫穷啊吼，所谓的贫穷不是没有钱叫做贫穷，那什么叫做贫穷？贫穷就是讲你无福报。为什么无福报？无道的人就无福报，有道的人就有福报。伊的福报来自于哪里个？伊的福报就是安尼，不生不大。伊的一生内底平安健康、寿终正寝，甚至吼它可以较悬的境界啦吼。个人肉体因缘无共款啦，预知生死，咱会念做有安尼无？有啊。你拢毋茫好，你以为我毋知影我家己要去找吗？伊等要规矩后面回天交际啊，是咧喊安怎？伊讲我要转来啊，无行李。到甲伊无身躯位，伊拢无啥物危险。但是咱生命看着做伫猎人队里面，伫拉林队内底受尽了偌济苦楚，对毋对？迄是咧死亡人看。迄路毋是做白啦。修行的路途毋是足白啦，坎坎坷坷啦，但是只要明理，只要知影道，伊拢是袂危险的。可能有小考验啦，但是袂有危险哦。伊会不生不大。所以即个吼，我较用简单的来解做一个形容，因为其实这是咱时常拢咧讲的啦。咱形容到尾啊，上尾啊，咱会安怎咧？跪求，啊，我想紧张，才叫袂记一个，是足简单的话吼。会演唱。较无想同意做侪人的对吼。叫做无魔无讨啊吼，免邪平安。所以经经典讲的，无是啥嘛？修啥？因为吼，咱也知影，地上用，用乃公，公乃天，天乃王，王乃恶，因落来到尾啊，上尾啊即句，免劫平安，不生不大，所以就是同乡化价，无难平常，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安尼叫免劫平安，对毋对？所以讲吼，圣人咧讲的道，伊咧讲的理拢共款，是咱人咱的心无共款，因为是由你起发的人，但是借由咱求道学道修办道，要甲咱所有的万心孙悟空72变，足济变化的一拍108000里，转来到开迄个经在哪里？10万，水看大汉要变魔术啊！
千里，刹那你若无在眼前，就伫迄个所在。所以你看西医若是咧讲咱人正道修炼，有病症吗？伊还阁9980你验呢？所以你会当规定服病的过程16种，咱讲到有够清楚。所以咱爱包容，用是自然的哦，毋过头仔一定是对咱强烈的，因为咱毋知轮回偌久啊。但是吼，咱有一天一定爱去想清楚，毋好阁安尼鸡仔等家斗，毋好自私，咱爱讲伊，咱老师叫济公，为虾米我拢咧济私呢？为虾米什么代志我停替家己先拍算呢？人个牺牲的永远是别人呢？为虾米个牺牲的就是我呢？咱个黄南因典传师说，甲爸爸讲，你讲迄个别人就是我，吼，真正你看，咱老师属于我呢，老师为伊做一首歌呢，因为吼，伊就知影道啊，知影即个，伊王啊，伊讲啊，伊有，你看他在尼泊尔，这是咱咧学习的，因为每一个人做无同款啊，吼。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像黄南因典传师这样的遭遇，但是伊个逻辑拢就像，绝对是春夏秋冬，千诺百数。但是伫咱身躯要无去的这个过程，咱希望咱拢无危险的，咱会当，因为求道师经书就甲咱讲啊，方向化嘅有人天上啊。就是你也知影道啊，你爱去研究啊，爱明啊，所以trí上就叫明。安尼即种叫做归因互民族完整的一个版本。希望讲你若有感受到哩，即种甲配合看，因为功夫拢伫内底。若咧地包容啊，竟然读一16种的；若咧自私啊，竟然读一16种的。祖师爷这公老师拢伫内底。道拢伫遐，咱要爱的病，咱拢伫内底，有心不大。若道病就是咱妄作用，因为不trí上啦。吼，这是真正是讲甲烧心的就对了，真正做认真讲的啊。是家己的心得的分享，如果若毋对听，真年支持，请各位前辈甲指示。就家己就记就好，再去研究。如果有几句还不错听，咱互相做一个勉励，互相来渡过难关。有一天真正我们龙华会上见安尼啦有一天能够再相会安尼。最后，或许祝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得无尾当红对，谢谢。大众请起。感谢领讲师慈悲，浅道鞠躬，坤道鞠躬。我们再次各位掌声感谢讲师。各位先贤请坐下，好，我们等待那个工作。